伊即马咧迄个送去 YouTube。你无讲，咱无个，你也无得讲。关的拢关啊。我也是关吗？关啊！我要甲关起来，我爱关起来。伊即马咧迄个送去 YouTube。你无讲，咱无个，你也无得讲。关的拢关啊。我也是关吗？关啊！我要甲关起来，我爱关起来。伊即马咧迄个送去 YouTube。你无讲，咱无个，你也无得讲。关吗？关啊！我要甲关起来，我爱关起来。伊即马咧迄个送去 YouTube。你无讲，咱无个，你也无得讲。关吗？关啊！我要甲关起来，我爱关起来。有人，这咱袂控制。有人声无关起呢。关啊！我要甲关麦，我爱关起来。有人，这咱袂控制。你有没有关掉吗？不会吧？有人声无关起呢。关啊！我要甲麦，我爱关起来。有人，这咱袂控制。有人声无关起呢。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告麦，我知道了，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哦，你可以先关掉吗？对，很吵，这边电话会干。不是我吼。这是啊。你买个满点的。而且吼，咱即马拢无伫教会对无？这分类是在遐大部分。你哪起来？那么建议的。没有了，我都关了。无去啊。这个哥哥的公。喂。我爱手机啊。对啊 ，OK， 好。嘿，对，也手机，嘿，好。我甲讲啊，伊就讲无有。哥哥在讲，我爱含跟你两无有。哦，那你们都没有开呢？对，是，你们都没有开呀。你来看我这边。这我知啦，7加2就变成这个度，那个7就变成64。好，无哪样，咱会当开始啊。我会声你有听吼。嘿。好，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啊！即天咱要开始今日崇拜，在这今日崇拜开始以前，
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咱表示，上帝，阮感谢你，你紧调我做你的囝子，阮受你恩典，来洗清我的罪过。主求这你帮助阮，因助阮保守阮，伫古早你保守阮，现在阮来保守阮。尤其在阮这个非常的时期，有这个武汉的 virus 伫遮，求主你会使阮伸手伸出，来将这个细菌摕离开阮中间，摕离开这个世间。反正阮世间你的囝子无受到伤害，当阮主持伫你面前。求主你赦免阮的罪过，求主你赦免阮辜负你的，所以你帮助阮，阮伫这个时阵，阮会更较祈求你来度过这个难关。求主你帮助阮，当阮主持伫你面前，免领受你的假事，求主你按头到尾，甲阮伫个安尼祈祷奉主圣名，阿门。这条。要开始演这做会无说我袂当看到迄个 program 建造。耶和华，我对前面求救你，上主啊，我伫绝望中求救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愿你耳耳孔听我恳求的声。甲咱做伙来吟诗，诗刻我贴面主。第161首 A 调，上帝所赐活命。上帝所赐活命，为何我是命？哦。
为听为所爱听，家里所爱听，上帝主万华命，为我心。对他立即兄弟所属我命，为我心我虽呀理所爱家，心境为主宰。用所属我命，我为愿望，等家己天下。阿门。咱这条上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升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相信共同的教会，圣堂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阿命，阿门。请咱做伙来读今日的经文，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第6节到11节。罗马书第8章第6节到11节。因为肉体意向是死，神的意向是活搁平安。因为肉体意向是对敌上帝，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也未为降服。我伫肉体袂为搁互上帝欢喜，独上帝的神若徛起伫恁，就恁无伫肉体，是伫伊神，无过基督的神，毋是伊的人。基督若伫恁，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神因为义活。独互耶稣对死人中复活的。伊的神若徛起伫因，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复活的，也要将伊的神，就是徛起伫恁的，互恁为死的身躯复活。意象与本性就是死，意象与圣灵就有生命和平安，所以。意象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毒，因为他不顺服上帝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顺服。服从本性的人，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至于你们，虽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可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从此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使你们成为义人了。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这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要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你们那必朽的身体。
以上，咱将时间交给老师。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阮伫即个所在，搁一摆谦卑自责，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祈祷。主，你甲阮三甲天地来保守阮即个土地，阮全世界拢咧面对即个瘟疫的时，主，阮需要你的恩典，甲阮三甲天地。因为阮无法度靠阮家己，伫这的即个艰难的中间。阮心内会有惊吓，阮会有烦恼。主啊，求你的恩典甲即个土地，甲全世界的人三甲天地，互阮会通伫你的保守的下面来度过即摆的艰难。主，阮求你的恩典甲所有，特别是伫第一线咧帮忙、咧照顾、咧处理遮个代志的人三甲天地，互因。特别有助你的看顾，甲因三甲天地。阮真正需要助你的恩典。阮会通透过即种的科技来用网络来三甲组织，而且来学了你，敬拜你，甲对你来献上阮的恳求。阮求助你，甲阮三甲天地，将你的圣神赏赐互阮，将你的平安也赏赐伫阮的中间。阮安尼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阿免。今仔日的经文是伫罗马书内底，保罗所咧讲的生甲死的观念吼。今仔日已经是3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伫台湾真侪教会伫今仔日会用来做追思的一个主日，因为过4月份，就是咱咧讲的清明的时间。咱要安怎来思考生甲死？连伊我会阁用即角度来甲大家来小可分享吼。这是当然是耶稣定死的一角度，即个中间有一寡要表达的意思伫迄个内底。要互咱来思考，还是讲要请咱做伙来来思考即个生甲死的概念，特别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咱要安怎来看这项代志？人一出世就爱面对死亡，伫肉体上来讲，这是不变的定律啦，吼。希伯来书第9章27节安尼甲咱讲，时若到人人必有一死，到的时候人人必有一死，死后有上帝的审判。和合本的圣经是讲按着定命，这个定命甲这个中文现代译本这个时候是共的字啦，吼。咱来思考看，原文的意思是啥物话？希伯来文伊是咧讲着是去互上帝指定的这项代志 ，appointed， 所以意思就是讲，这个面对死亡这项代志，是每一个人拢需要面对的，无有一个人会通去避免的，无一个人会通去避免的，咱只有会通去面对，也是讲咱要安怎面对，这是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爱去思考的，既然咱无法度无面对的时阵啦，伫真济的看法对生甲死，咱有足济无共款的看法，也是讲甚至足真犹豫，也是讲真无一致的即种的看法。有的人要追求较长的生命，有的人煞毋是想要爱有较长的生命吼。就讲咱对生当然生日的时阵，咱会讲你会当长命100岁啦吼，也是一寡较专制的即个皇帝讲你着爱讲伊万岁啦吼。亲像做皇帝了吼，就会当活100万年、10000年安尼吼。咱有当时会讲终生不老。有个人讲，祝人生日的是讲，求你祝你会当食100字啦吼，120岁即摆介少啦吼，毋是无啦吼，
介少啦。但是或者伊到底是啥？我想这嘛是咱爱去思考的吼。啊，祝寿的时阵有足侪迄个祝贺的词吼，像寿山福海啦、寿比相邻啦吼，这个清秋会当活足侪年吼，啊，真大壮安尼吼。啊，讲寿比南山，即种的讲法，拢咧讲咧要求一个长岁寿啦吼。但是基本上长岁寿对咱的意义到底是甚物货？我想这是较咱爱去思考的迄个生命的意义啦吼。但是对死呢，真侪人，特别是咱较有民间宗教背景的民族来讲，足侪人无爱讲死哈，含迄个讲车牌后壁。一个四都不行哈，为什么？因为迄个谐音啦吼，迄个谐音即摆少年人较无要紧啦吼，甲你讲1314，一生一世吼，即摆用无共款的谐音咧讲啦吼。但是过去足侪人咧讲到死的时阵，拢会惊啦，所以有当时啊，咱会讲一寡形容词，就是咧讲到较埋怨的部分，讲啊好人吼袂长命，好人拢短命啦吼，也是讲咱对迄个。未到1岁的囡仔来丧失性命，咱讲伊夭寿吼。咱会惊死人，因为咱感觉讲看到死人不吉利。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阮兜是住高雄，算主要的一个道路伫阮兜边仔尔。会记得阮隔壁拢是迄落拢举香咧拜拜吼。甲阮迄个共年厝的做伙的时阵吼，看到人迄个送葬队经过，就讲啥？紧诶，你诶血号爱早起。我问讲是安怎？伊讲你若无早起吼，会去互掠去安尼吼。咱足惊即种诶物件。咱嘛惊讲死后，咱毋知要去倒位，咱会惊会讲变做迄个孤魂野鬼安尼。所以咱内民间宗教7月半会去拜这孤魂野鬼吼，安尼去办道。但是咱有足侪迄个混淆，也是讲毋知要安怎看生甲看死，有人要求生，所以就爱去找足侪药食足侪营养品吼。但是有个人呢，想袂开，伊想要来求死；有个人想要生囡仔，所以伊袂当生的时阵，伊就去做人工的。但是有个人吼会当生，有心伊煞无想要生，想要来堕胎。咱嘛有即种讲法，叫做好死较赢过歹活啦吼，歹活不如好死啊吼。即种的讲法会影响咱对人生，也是讲生甲死有足侪无共款的态度吼。咱基督徒到底是要安怎来看？我想这是足重要的一个角度啦吼。咱基督徒应该是。有咱家己无共款的观念。传道书咱知影，伊定定咧讲着，做什么货拢有伊的时啦吼。生有时，死有时，灾情有时，万出的时阵嘛有伊的时吼。每一个代志拢有伊的时间。这甲民间宗教咧讲着，这就是命啦、运啦吼。看时看日，这佫无共款吼。其实伫传道书咧讲的观点是讲，咱的生死拢有主咧掌权，咱的大自然的运作后壁面拢有一个咧掌权的上帝伫迄个内底。这个生有时，甲咱拄则用的经文咧讲着，咱爱面对死亡是迄个时若到，迄个命定吼，迄个命定。咱迄个甲原文的意思是共款的。撒母耳下传14章14节，伊讲咱拢必定爱死，亲像水破伫咧地面，袂当收倒转来。吼，上帝袂夺出咱的性命，但是会有迄个时，咱爱去面对的。创世纪咧讲着创造，嘛咧讲着人将来伫死亡了后。咧讲咱是土做的，所以咱死了后爱搁归伫土。咱嘛定定伫迄个对书礼拜是伫葬礼中间，咱听着牧师会用即个经文
来伫遐咧款面吼，伫遐咧提醒，咱是土份做诶，咱是受着创造诶，将来伫肉体顶悬，咱要搁归伫无，归伫原来所在，迄就无去啊。所以对咱诶角度来讲，咱要来思考的是希伯来书9章27节甲咱讲诶，到的时候人人必有一死，迄个是上帝予咱诶日子吼，上帝诶定命啦吼，这个和合本诶翻译吼，啊，这个看法是甲我拄则讲过，甲传道书诶看法其实是共款诶吼，其实共款诶。啊，那安尼圣经甲咱安尼提醒诶时阵，咱到底要安怎来看咱诶人生？咱是要来求较长诶性命，咱活较长就较有见证，还是咱感觉咱诶性命意义是无共款诶吼？咱伫肉体诶生死，其实毋是一个真重要诶 point 啦吼。咱咧讲，咱面对诶肉体总有一天时间若到，一定会结束。啊，最近一个新闻讲到一个意大利诶101岁诶老人，啊，伊吼，伊诶老母甲怀孕诶时阵是面对意大利上严重诶流行感冒。听讲死60几万人，迄一年，但是伊煞存活落来。1919年伊出世，然后伊经历2届的世界大战，伊嘛是阁活落来。这回即个武汉的肺炎，伊去互检查确诊，伊嘛去住伫病院受着治疗。但是到落尾呢，伊痊愈啊吼，啊，伊的厝呢甲人接倒转去。啊！伊所住迄个城市的副市长写一个新闻呢，公开讲吼，即个人的历史吼还未定论啦吼，意思讲伊还阁活着吼。但是到底即个人会当阁活偌久，咱毋知影。但是我确信一项代志，有一天伊的肉体会死亡，吼，伊的肉体会死亡。啊，到底伊101岁上帝阁会活落来，迄个意义到底是啥？我想牧师伫遮要邀请咱做伙来思考。台湾有一个最近真出名的影视消息吼，一个安尼生做真水，啊嘛无介济岁，44岁尔。啊，一个国际标准有足有名的查某囡仔，啊，伊为着心脏开刀，啊无偌久进前过身。啊，逐个人讲哦，啊伊即个行情遮好着吼，啊即摆死无彩。啊，性命毋是咱咧讲有价值，还是讲无彩？但是就是讲，伊的时间伫即个所在。最近伫台南，我一个高中的学弟嘛，40几岁尔定，因为癌症来过身，啊，亲友去参加嘛，感觉讲足无法度接受吼，足无法度接受。咱对于性命的看法是即种的吼，咱嘛感觉真无彩。但是到底咱的性命无论长还是短，咱要思考的毋是迄个几年的时间。咱要思考是讲，上帝予咱这个性命，到底迄个意义伫倒位？耶稣基督也是讲福音书中间有记载4摆割活的代志。耶稣基督予3摆予人割活。啊，伫圣经的记载中间，耶稣捌予这个管会堂的人挨老的查某囝来割活。这个割活嘛，予当初时的人。介济伊的身躯边的人，因感觉讲哇，足不可思议的吼！啊，即个代志竟然会发生。耶稣即摆伫外口咧传福音的时阵，去到拿因城，看到一个寡妇的囝，啊，伫遐咧送葬，伊心内感觉毋甘，所以伊互伊来割活。咱上熟悉的是伊的好朋友亚撒路，已经4天啊，耶稣去。嘛，互伊割活，但是有一项代志，牧师爱咱来思考的。这3个耶稣基督互伊割活的故事，伫割活的记载了后，就据点啊。咱无阁有读到讲，这3个人割活了后做啥物代志，有无？无吼，无吼，都无阁记载啊。对因来讲，这个肉体的割活，介绍无啥物意义。无阁有继续的发展，
嘛无看到讲因有做甚物款的利益社会，也是讲去帮助人，也是讲去做见证服侍上帝的代志。咱毋知要为甚物要来活，咱真侪时阵咱毋知影要安怎活。咱无积极的目标，这毋是咱基督徒的活地的目的啦吼。咱活地的目的，咱会记得伫圣经的记载，有一个人去互鬼附身，伊的身躯内底的这鬼魂有2000。耶稣甲赶出去了后，伊讲我要对你行。耶稣讲：“你爱倒转去恁厝的中间去做见证。”这个人，伊伫伊个所在去做见证，伫个亲人的中间去做见证，所以才会有记载。马太福音的记载讲，耶稣捌去互4000人食饱，然后佫有剩7人。这4000人食饱，拢是因为这个人会传福音，因听到伊的见证。听到伊割活了后，伊的割活是灵性的割活吼，伊的鬼去互赶出去，吼，毋是肉体割活。所以伊的灵性的割活，然后伊伫遐愿意安尼来热心来服侍做见证，来影响侪的人。伫即个头前的3个肉体的割活，甲即个鬼附身即个人受到医治，有足大的无共款生命的表现。那呢，咱要来思考就是讲，伫咱的活地即个中间，咱嘛咧恳求讲上帝帮助咱度过即届的瘟疫，互咱伫即届也袂得受到攻击，会通安尼有平安，会当好好保存落来。但是咱的目的是要创啥？咱的意义是要创啥？这才是咱真正需要来思考的一个代志啦吼。这幅图就是耶稣互这4000人食饱的图面啦吼。所以咱要追求的，毋是干那肉体顶悬的生命尔定，因为咱知影肉体总有一天会朽坏，所以咱咧讲的生命，其实较济也是讲较重要的部分，是咱的灵性。基督徒拢讲属灵的部分啦吼。这就是罗马书第8章60到11节，保罗所带互咱的这个概念。伊讲，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上帝意向是活跟平安。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神的意向是活又有平安。所以咱活得有平安，毋是干那肉体健康安尼尔定。迄个平安咧强调的是一个属灵顶悬的平安，心灵的平安啦吼。所以当咱咧面对即个武汉的肺炎的时阵，咱的态度、咱的表现，像咱前礼拜有讲到，足侪人伫遐抢物件啦吼，即种的恐慌，好哪亲像伫出来集集的中间，遐个人无通好食，上帝心碎因妈啦，因伫遐呐。无听上帝的命令，得罪上帝，伫遐加曲，无听趁上帝的话，因有恐慌，因为因心内无平安，因为心内无平安，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对灵性顶悬来得到搁活，也是讲定头生啦吼。这就是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所咧甲咱讲的。接下来第7节安尼讲，所以意向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因为他不顺服上帝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顺服。所以，当咱来顺谈咱的肉体的时阵，咱就甲上帝无有关系啊！吼，咱顺谈咱的肉体，也是讲顺谈咱心内的惊吓的时阵，咱会做出一寡足无理性、足无下伫上帝旨意的代志顶悬。所以，这是保罗伫这个所在咧甲咱提醒的，伫咱的心灵顶悬，咱爱有上帝赏赐咱的平安。咱前礼拜有讲有讲到这个大家咧抢物件这项代志。我嘛用几张图互咱看吼。伫即几天有朋友吼来分享迄个伫德国分享出来影片啊吼。伫德国某一个高速公路边仔呢，有足侪人伫遐咧搬大量的物资，放伫路中。
我连去甲这影片小可分享互咱看一下。要看这影片进前，咱搁来看前礼拜咱咧讲这个图，吼，有个人伫正手边这个图是买足侪物件，吼，但是后壁倒手边这个后壁阿嬷煞买无物件。这个场景是发生世界的逐所在吼，可见就是讲大多数的人心内是恐慌、无平安，所以先抢先赢。但是一寡人抢袂着。但是这个世界嘛，哪有一个伫心灵顶悬真有疼心的人伊安尼来帮助人。咱来看这个影片啦吼，这是伫德国的迄个高速公路边吼。So, noch einmal live, direkt an der A4, direkt, genau auf der Grenze. Man sieht einfach mal, wie das Volk hier zusammenhält. Zu essen und viel zu trinken für die polnisch Einreisenden. Das haben alles polnische Bürger versorgt. Die stellen viel Wasser und zu trinken bereit. 所以咱有看到安尼，有个人是遮尔啊惊吓，遮尔啊失去迄个理智，迄种会抢物件迄种的惊吓伫这个所在。但是有个人却是活出迄种无共款的疼，迄种的心性。拄则开始的迄幅图，咱主要看耶稣从这个十字架，伊的倒手边遮是有光线的。下面有一寡青翠的物件，有臭底发，咧代表一种的生命。因为耶稣甲另外一个中道讲啥？你现在就甲我伫乐园内底。另外一个咧，伊伫迄个所在，共款伫遐也无悔改的心，伫遐咧笑耶稣，伊甲迄个一寡人共款，拢伫迄个黑暗的内底，只有迄个死人骨头。迄个所在，属灵的生命比肉体的生命较重要。属灵的生命是咱伫基督教信仰内底咧追求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面对肉体死亡的时阵，咱的基督的灵性伫咱的内面，咱就接受迄个陪伴，咱无搁惊吓，因为咱知影咱要去倒位。伫接近咧清明节的节期，甲咱咧面对真困难的这个疫情的时阵，咱当然是爱小心来防护、来面对。伫肉体的生命顶悬，咱无法度去医疗也是控制的时阵，咱嘛无法度借着过头的烦恼来解决。现在咱爱去思考的代志，求主来帮助咱，互咱毋但是伫肉体顶悬受到保全，伫灵性顶悬会通得到一个搁活的活命。咱做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恳求，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伫阮的人生的中间会拄到侪的艰难。现在这回是阮上困难咧面对的一个疫情，但是阮求助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来帮助阮，互阮伫你的保守的下面来得到保全，嘛搁一摆思考阮的生命意义。求助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互阮得到属灵的果活，互阮会通搁较积极来成做你的工人。伫这个世上，成做一个利益人的人，成做一个帮助人的人，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互阮真正是活出迄个
搁活见证。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368首，日落西山，原主甲咱点。第368首，日斜西山，原主你甲我大。西山，原主你甲我大。你那心不离放上我，这个来奉献，咱奉献的，你若开支票，咱让我想 email 有主旨，咱照迄个主旨行。咱即马做伙来唱圣诗306首第40。我心爱的你。不懂他的旨意，我也在天里说声，我也面对感谢上帝，你的怜悯是阮。我因做阮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服侍你，来听你的教示。主就是帮助阮，我们等人来听，阮就照安尼来行。
我们的家人来行，我来将你信息来传给人，因所人比拢给你，讲我一摆在你面前恳求，有做你帮助我、引导我、医治我，我会当来度过这个疫情的时阵，我会当过来照你阮爱来行来生活。我的基督奉主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来报告。咱真欢喜吼，咱今仔日拢总共有20台 device 起来啦吼。啊，咱连咪会后的时，咱才过来拢总开 video 了吼，咱才来互相介绍啦吼。啊，咱继续为着这个疫情来祈祷，嘛继续为着这个李牧师娘的身体祈祷。吼啊，咱到目前有定到4月底吼。咱的连接拢是共一个吼，咱这个网络的礼拜吼，拢是共一个吼，这个连接吼。好啊，第一时间来，咱伫礼拜堂的聚会拢暂停，啊，咱即马有改做一个网络的查经吼，连咪我会去报告吼。啊，咱的奉献会通写支票寄伫迄个迄个 David 的厝，或者是讲咱先收一个奉献地。啊，内底，然后咱到倒转来伫礼拜堂做伙聚会的时阵，咱才来做伙奉献吼，啊，拢会使啦吼。啊，这个咱防疫的时间，这段时间，牧师决定啦吼，啊，咱周间拢伫拜五阴暗7点，咱来查考题目在前后书网络查经啦吼，嘿。啊，我甲提早半点钟，因为咱一寡人爱可能会较早歇困，还是安怎吼？啊，咱用7点开始吼，咱用7点开始。啊，我已经甲预定好，一直到5月底。啊，我这个时间啊，这个连结拢伫遮吼。啊，我共款会寄互大家伫读经的这个进度甲问题这中间，我搁甲连结互咱一摆吼。啊，若恢复伫礼拜堂的聚会了后，咱才来讨论看，咱要安怎的routine的聚会要安怎来做，咱才来讨论啦吼。好，咱前礼拜有18台的机器入来啦吼，啊有20人的聚会吼，啊拜五的网络查经有11个人参加吼，咱真感谢上帝，咱会当跟得上时代安尼吼，好，安尼咱来。啊，金句。诗篇130篇第6到第7。我的心神天后主应受天后天光较切，比收见的人天后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望耶和华，因为伫耶和华有慈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写无去啊！写没有了。Hello。无去啊！嘿，有无？好，咱来吟。煞尾是。无声。无声。我无人。咱这无声。无声呀？即马有啊，有啊吗？拄到无声，即马有啊。OK。好来，咱吟煞尾是。其他人无伫个吗？有啊。你无？等者，其他人继续拢无伫个哦。哦，
拄到嘛拢无对啊，拄到无啊，我有哦。David 有没有听到？无去安尼。拢无去啊，哎。我有听到，毋拄无听到音乐的声。我有听到恁的声。我有听到恁的声。声拢有听到，即马无影。有啦，有影。我无影，你有听到我的声？有，我有看到你的声，佮有看到你的影。有，阮拢总有听到。我拢有听到。我有看到我家己，无看到恁。毋拄我拢无听到钢琴的声。对啊。你有听到？保护你。哦，有啊啦。即马有看到啊，即马看到破531，有啊。对啦。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疼爱的天父，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谦卑祈祷，求主你赐了你的恩典、怜悯、甲医治伫阮这个土地，互阮的心灵得到主你所赏赐的平安，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还是跟音乐怎么？还是有一点慢。反应慢一点。过去啊。好，安尼咱今仔日个礼拜到遮啦吼。我们要来开启这个摄。来，我来试看卖啊，开启摄影机跟 audio。你要按哪开启？没有在。摄影机啊，咱家己来开启哦。我 ask for。哦，来，拢出来啊，来。几个？哦，那几个有啦。自己开启。自己开启。我的是要。他说要主持人开启，哎，我的也是，哎，我没有办法设定。主持人开启。好，主持人麻烦你开吧。主持人有一点那个手脚忙乱。都没有。我今嘛有上迄个 invitation 给恁。
哦，开了，我的开了。对对对，开了。喏，对，我的开了，可是一片黑暗啊。没有帮我开啦，我都开哎。王壮文，那个但是小视窗有看到，有了啦，我今晚弄 Oxford video，视窗无看到，小视窗有看到啊。有啊，今晚有啊啦。对啊。好，有啊。爱点迄个视讯迄个物件，哪有啦？安尼就有啊啦。拢有啊啦吼。有啊有啊。知道吧？哎，大家平安。平安，有无？平安平安。我开未开啊？大哥我。不要讲。什么人开未开？哇！对害给你的校友。有啊，哦，看到啊。哦，看到啊，有请开不开？好，就书。哦，我还中文。我会当，我会当介绍一个学弟耶 ，David 来，介绍我的朋友。 David 要讲话。哎，等一下，要开。我介绍我的朋友吼我朋友，迄个是黄宗文医生吼，伊对我是无开啊。我输哦，你无输哦。哎，我会无开开哦，你无甲我开开哦。有啦，我都有看到你呢。你有看偌久？有，来，你开一个。OK。有没有？没有。没有。有啦，我有看到 A 啦。我有看到平平。有啦，开了。OK。我有看到主气，没有看到 N。